今年媒體唔建議捕業加強弱，成為捕殺越見橫體越見。我哋高雄民農業偏1月份提供嘅社保值也停日率比三大報都還難高。也是大專業發行為3企業業工產插值，從看26年來從來唔是停過。發行業你沒有貨，不論認準及困難對建築要創造、建築要寫作，為農村來發展民農嘅文化。是因為兩條付出，也不可以得到嚟經驗呢，客家貢獻獎。記起呢個動靜，民農人最常見嘅天風波業工產插值，26年來大專業出刊3期，從來忙實天高也係5檔。就算天路也係按普遍，業工產插值都也係，但係用簡單嘅方式排版，報衫未搶3人，不過就算人力唔拉，還係堅持準時出刊。同時這個時間，我哋就係講有手工嘅、用打字嘅，甚至一個標題字來講我哋來唔及時間去到高雄，同時這個作業非常嘅人性嘅所在。上市還未有行業標題，受到鄉親嘅歡迎。大期發行前，每位有多多志工來探索摘報紙，就按用意思等使命感來拖扎嘅支持，營運較困難，連廟方每位想辦法捱下去。佢自家都承認，確實當點當狂。像我哋攀貨是按瘋狂嘅，可能是台灣還寥寥無幾啊！像我哋可以講啊，擺下嘅三件報紙就貨業冇嘅。也辦得到客家貢獻獎，連廟方認為功勞都係50人寫就一位踢咗，抽到廣暗過程嘅業工產插值創辦人侯志祥，佢將喺照等侯志祥嘅願望繼續做下去，俾民農鄉親攀報紙。咩希望政府還較重視客家？也可以以做事嘅用嘅國際去人事嘅心情來比例啊！我相信要按一線來過嘅時節，和我哋來講啊，出面到啊，和能夠同地方行多嘅時節發出一個聲音，我哋啊歸期望去幫我哋嘅鄉親，大家有話可講，來講啊政府來去重視到我哋客家，重視到我哋民農啊！業工產插值經營天嘅17年，拓展美對民農擴大到世界各地嘅客家鄉親，雖然冇財團嘅支持，咩唔地限做得做結構，連廟方講佢做得做嘅，就係繼續公正報道，為客家鄉親服務。客家新聞7分之真分之翻出因高雄報道。